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5年12月30。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20篇，以赛亚书26章第1节到第9节，哥林多后书第4章16节到18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信心的使命。先知有言为未来愿望会当带予伫咧面对苦难的以色列人会当互因有愿望。先知以赛亚的时期，以色列人咧面对艰难困苦的这个试炼咧期待上帝的拯救。所以伫以赛亚先知书的预言的中间，总是会看到伊这个咧预言将来的愿望今日的旧约的经文对以赛亚书26章第1节到第9节就安尼讲着。迄日伫犹太地会唱这首歌，阮有一个坚固的城，上主用胜利做城墙甲堡垒，着拍开城门，互忠心正义的人民入来。心坚定的你使因平安欢迎，因为因信靠你。着永远信靠上主，因为上主咱的上帝是永远的照盘。伊甲坐高位的人拖落来，听会伫悬的所在的城，甲伊献伫涂骹，互伊变做土粉，互人吞踏。善食人甲伊吞，困苦的人甲伊踏。正直的人路平坦，公义的主，你甲正直的人路铺平修直。上主伫你审判的路，阮伫听候你。阮的心较望你受尊重的名。伫暝时，我的心神羡慕你，我的身魂迫切找求你。因为你伫地上施行审判的时，世间的子民学习正义。依赖上帝救恩的人，必须爱诚心实意来回转来上帝，并且用全然的信心来渴望上帝找求上帝，来服侍上帝。保罗伫写互哥林多教会批信中间，伊嘛讲到信心啦基督徒就应该靠着信心来过咱的生活，因为无有信心的使命，是讲生活是无望的是悲惨的，嘛是无助的啦保罗伫哥林多后书第4章16节到18节的经文，安尼提醒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讲，因为安尼阮无失志，虽然阮外在的人渐渐地衰败，阮内面的人却日日地换新。阮所受这个暂时搁小可的艰苦，是要互阮得到袂通比，搁较大永远的荣光。阮所重视的，毋是所看会到的，是看袂到的，因为看会到的是暂时，看袂到的是永远。看袂到的就是信心的功课，是但遐看会到的会通处理的容易面对的，都无需要信心啦，因为迄是能力会当去处理的代志。所以咱都爱来想啦什么代志是需要有信心，就是遐会咱无法度去掌握，无法度去预测，无法度去控制。是咱人的力量所无法度去来面对处理的部分啦诗篇20篇，愿上主伫患难的日来应答你，愿雅各的上帝甲你放伫悬的所在，保护你。愿你所面对所圣所帮助你。对色安扶持你，愿伊会记得你一切的所做，接纳你的小化者，愿伊照你的心所爱来赐予你，成全你一切的计划。
阮要因为你的得胜唱歌，阮要奉上帝的名庆祝你的胜利。愿主成全你一切的祈求。当我知上主会救伊选立的王，会对伊圣的天来应答王，用伊正手的气力，互伊大胜利。有人挖靠车，有人挖靠马，毋过阮只有要夸口上主阮上帝的名。因会害死倒落去，阮会害赢徛在在。上主啊，求你互阮的王胜利。阮求叫的时，求你应答。恳求主爱上帝帮助阮，伫阮咧面对困境的时阵，会通来学习用信心的性命来倚靠主，来得胜。用基督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